怎么啦？怎么来的？谁呀？谁呀？哎呀，谁呀？怎么来的？啊？怎么脸都红了，宝贝？不儿子！哎呀，快坐！快坐，儿子！快坐！老公啊！老公啊！怎么回事？这东西了！哎呀，打过来吧，给我买一个，给我！哎呀，来，给我！出来了吗？你看，没有，出来了吗？没有。你打电话了吗？我没打电话。你要麻烦我拿东西回家。儿子，快坐，宝贝，快坐！儿子，快坐！好费，我先买了这个东西试一下。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我可别乱吃东西了。如果你也担心家